位觀眾朋友，你們好。今集我們帶大家來到元朗駿聯，乘搭九巴68這條相當年輕的路線。68現時循環來往駿聯及營點，途經坳頭，屬68D 特別班次。要講到68就必須講我們下集要介紹的68F 了。68F 於2016年提升至每天全日服務，並改為循環來往元朗公園及坳頭，及與68D在元朗公園提供聯合班次。同年11月，為配合駿聯入伙而延長至駿聯總站，但68F 在18鄉路的服務範圍與居民巴士極為接近，收費卻較村巴貴，令68F 的客量不足。而另一方面，駿聯開始陸續入伙，往返駿聯至港鐵元朗站的需求持續上升。為改善68F 在18鄉路一段客量偏低的情況，運輸署建議68F 的總站由元朗公園改為駿聯，並削減全日班次至每30分鐘一班，同時增設往返駿聯及元朗站的特別班次，全日每30分鐘一班，與68組成每15分鐘一班的聯合班次。有關建議除令駿聯一帶居民可享用更頻繁的服務往返元朗站外，亦有助減少68F 在18鄉路的公共交通服務重疊。其後68FD 特別班次獲獨立編號為68。九巴68於2018年11月19日投入服務，而同日68F 的總站和循環點對調，以駿聯為總站。原先與68D在元朗公園提供的聯合班次，改由與68在駿聯提供。68現主要負責接駁港鐵元朗站之服務。現時68由駿聯開出服務時間為每日5點45分至下午11點45分，每30分鐘一班車。好吧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經過20分鐘，我們又回到駿聯總站啦。68雖然有10至15分鐘一班的新界專線小巴624駿聯至元朗營點1的競爭，但巴士上落車較方便，載客量亦較多，都有其生存空間的。我們今集就到此為止，多謝你們的收看，我們下集再見。